名字其实我们在认识朋友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呢我们的卡片，我们用写卡片的方式，然后呢来做怎么样？扣写墙上面有写，我们就写我是吴甜妹。第二张卡片写什么？在哪里？前班就160个伙伴，玩完的话会玩到下午哈。在哪里？第三个写什么？第三张写什么？做什么？哎，那这时候呢，这个名字可以打散了。就主持人可以开始宣布了哈。来，比如说抽出来的吴甜妹在哪里？因为每个人在哪里的地方不一样啊。也许你在厕所做什么？洗澡。那不小心我就写，抽到吴甜妹在哪里？在天空中干嘛？第三张洗澡。因为洗澡的伙伴，你们懂我在讲什么？懂吗？这个活动可以真的当起上了，小朋友超爱玩的。第一个就写姓名，第二个写什么？可能在打水战也不一定。那这个在哪里的时候，你可以把牌子整个洗牌过，然后做什么也可以洗牌，然后再抽出来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好玩，那整班的那个气氛呢就融合在一起。那第三个呢就还有什么？像我们的什么破冰游戏，比如说9宫格的游戏，就是把你的同学先把问同学的信息都写在板书上面，写好之后，我们请长官说，兴趣有很多，我们就挑2种兴趣，比如说平常甜蜜的兴趣，喜欢打球，我们写在黑板上；喜欢羽毛球也打在黑板上。好，现在长官要写9宫格，9宫格画出来之后呢，我们就挑兴趣，比如说2点蓝色的兴趣，哇，黑板上就有2个可以写上，一个是打球，一个羽毛球，对不对？他就写打球，底下伙伴你写打球，在你的9宫格是打球的怎样？就要怎样把它牵起来，然后这个游戏完毕，比如说像吃水果啦，或是兴趣，你的兴趣，还有你的嗜好。这些写完9宫格，我们看看谁先连成一线。那这个也是一种炒热整个气氛的一个场子哦。那在活动开始，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纲要。活动的主持透过团康的活动拉近彼此的距离。那么这个距离怎样的距离？因为每一个人到陌生的环境都非常的害怕。或许呢，有时候常常会到佛堂去，我们的就是承办这个整个，比如母亲节的晚会，那也要办这个法会的这个晚会。法会呢跟母亲节晚会它又不一样，也要办重阳节老人敬老的活动，那又要办夏令营的活动。那每一个主题、每一个设计的纲要邀请的讲师，要带动的活动，要以大地游戏的结合。比如说我们去年是以水之眼的一个活动，那我们要结合水之眼的讲师，那我们的整个闯关的大地活动全部都跟水有关系，超好玩的，而且超劲爆。所以呢，我在最近呢接到很多我们的夏令营的成员，很抱歉都不见得是来自于佛堂，而是来自于社会层面的曾经参与过的各个小学的小朋友，都一直在问说我们的贵单位的夏令营几时要办？一个活动，当你办到还没有要办的时候，当家长都想要问说几时要办的时候，那个活动呢就表示呢，真的就是越来越成功。我们不能说非常成功，就是越来越成功哦。好，那么活动的目的，第一个就是要认识自己。为什么是认识自己？因为呢，当你住在那个环境甜蜜老师，你本来口才就很好，不是？或许一直从国小到国中、高中，或许是想从5、6年级，因为妈妈得了鼻癌，进了台大，把家里的家当都耗尽了。所以呢，本来是真的可以请长工到最后听老一辈在讲就整个呢家里的家当几乎可以变卖的都变卖，因为那时候有欠保，所以呢花费了100多万。那造就后学从小就有一种很自卑，就是说从小没有妈妈的孩子，没有爸爸的孩子很可怜，很奇怪，只要没有妈妈的孩子人家就会唱那一首歌，没有妈妈什么。你们好聪明，我不是要唱那首歌，我要唱的是像根草那首。对啊，也是这首歌啊。你们真的好不理我。这个比较悬，可以这样讲，有吗？那这个比较好。那所以呢，在活动里面可以把你带出来。一个讲师，他会把你的心灵打破，把你的沉闷打破。所以呢，或许非常感恩，我去到彰化2学那一堂课里面，虽然或许只有写到2个舞步，就是当我同在一起。其实整堂课2个钟头，那个讲师讲的那么快，我们的头脑又没有那么快。所以呢，当我同在一起，还有一个就是南海姑娘，我只会记得那个步伐，讲
上的创伤呢，真的有调整过来哦。然后最后呢，我们要相互认识，营造气氛，制造机会，打破这个陌生，感动和凝聚整个团队的共识力。那我们也曾经办过那个叫做未婚男女的那个活动，哇，那个县政府办的那个活动还超棒。然后也要负责去主持，还要当红娘、当媒人婆，真的这是真的。或者去年主持好几场，还要当介绍人，这个就是这个整个婚礼的策划。那或者主持婚礼的话，很不加乌毛，就是因为我们是道化家庭，所以呢，或许有要求我们在主持的典礼。当然，年轻人有很嗨，像前不久这个12月份的典礼那一场，这个新娘子其实已经怀胎5个月了，但是她还把新郎整到吃光了，桂窝光。190块的零钱要干嘛找？新郎那一天怎么会带零钱啊？找隔壁邻居兄弟堂兄弟找了99块，找不到怎么办？找正在焦头烂额之际。这个岳母因为先知道他女儿的那个题目，你知道吗？既然拿一包啊，这个不公开啊，对对吗？啊，这个岳母真的是很怕女性哦。大家有说这个新娘子不娶了，第2关那个关都是关，真的很难的关。我们有机会再分享。如果有机会想要学这一块的话，好，这个第2个呢，就是活动原则一定要考虑安全，考虑场地，场地会影响你设计的一个整个逻辑跟概念。因为场地不宽敞，你要带大团康的时候，可能呢就会影响很多东西。像或许2天来之前呢，我们就会跟总干事接洽，我们的场地宽敞，是与否，那怎么样去带活动？麦克风、音响是否可以在当地呈现？如果不能当地呈现，我们用的东西尽量就是不要道具，只要一支麦克风，或是不要麦克风也可以来带活动。比如说最近我们在我们国堂在5月27号一个户外联谊，这个户外联谊呢，读经班你就罢了，读经班小的小嘛大的大，再来就是妈妈们还都我们这个年纪还 OK。结果呢，我们的助理出一个难题给扣学，说我们呢来办一个读经班跟佛堂的老菩萨整个结合的户外联谊。哇，这时候就难了，你的场地安全性，老菩萨70几岁、80几岁坐轮椅的都有。那我们去看他的地点在哪里？在这个东海岸的太管处，关上去大马路开始1线之后，关上海边面向太平洋，然后关上一个弯路之后，然后到了这个凉亭的这个太管处的游客中心，太美。去了之后爱上他，可是爱上他之后就糟糕，为什么？因为你要设计活动，要设计团康，还要设计这个整个闯关的游戏，那要考虑老菩萨。这时候我们要结合青少年班来，请他们当关主。结果整个一切策划、探勘计划书通通都乱过了，都在候选的这个脑海里面。但是知道吗？前一天晚上，下带了，我就问我先生说，明天天气如何？你会看气象报告吗？然后就打电话问助理，问点传师，点燃施工，点燃师没有给后期答复，点燃师短了久，刚才意思啊，点燃施工明天会好天气。其实呢，隔天一大早起来，其实我的动向当然一定有一个考虑后因啊，就是如果下雨的话怎么办？就是一到室内，就是我们有些通知单有写的，下雨就是在神岩山，没有下雨好天气就是到隔天就有人打电话，什么叫下雨？什么叫好天气？下雨的程度是毛毛雨还是什么雨？这真的很难。好，不管我们最后宣布是，只要明天就是出门。当然那个笔试我有讲，笔试是什么情形之下？就那一天真的到了这个太管处，全部的凉亭没有一个凉亭是有墙壁的，凉亭顾名思义就是东边西边的风都吹过来就是这样凉亭不知道有没有呈现。然后呢，更离谱的是，到了10点的时候，正在闯关的时候，后期在带相见关，带游戏规则，画面分组好的时候，雨突然下来了，结果就这样闯关，带着老菩萨，他们就去闯关。我们就在这个凉亭10点多，这些老菩萨被各个青年班、各个比较社青班的年轻人一组到20人，分了6大组，带到各个关区去闯关然后呢，我们在凉亭，这是我们的总务组说。姐妹，这下怎么办？我说您想想办法，因为你是总务组或者是活动组他说好，我就这么决定了。后学回去带一个东西来，你
回国场，回国场的车程要40几分钟，而且下大雨哦。我们就说好，这个钱选来了，把帐篷呢，把这个整个没有边的这个羊皮整个用布棚围起来，然后呢把桌子全部打好，把椅子全部排好，就是各组分配好之后呢，老菩萨他们一出简报室因为游客中心都有简报室，一出简报室，姨长都撑不住，待会怎么吃饭啊？结果呢，他们缓缓的从阶梯下来的时候，挤到了这个帐篷底下呢，发现这里面怎么这么温馨，而可以挤下170几位的前大的在那边用中餐呢。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在策划活动要不要克服很多？实在是非常的不简单所以呢，今天或许来到这边，真的是抱着一个感恩的心，感谢上天的扶持，感谢所有办事员的扶持，感谢每一位学员的认真，所以给自己掌声吧。好，那活动的类型呢，我们分为团康式的，那么也有团游式的，我们待会一一来带领。那活动的带领技巧，就是开场的起承转合跟营造，真的非常的重要。像或许刚刚是唱一首歌，那因为是前面是因为有讲师在讲课，那我们也可以讲是一个爱偶像，它也是一个营造气氛的开始。那看是你主持的是什么场，如果你今天主持的是一个非常庄严肃穆的法会，那这个萤火晚会可能就是要用借由蜡烛、借由灯光的熄灯来做营造的气氛，用感恩礼来把每一位这一份来自于上天纯善良、纯善的那一份圆坨坨的心呈现给我们的天地。后学常常跟我的孩子说，人生不在于长短，人生的幸福不在于拥有的多，而是你付出的多，这是你最快乐的。所以或许希望把这样的传家宝也传送给自己的孩子们，也分享给我们今天来的在座的伙伴。那么开端前的计划准备，一个人在看港给到费劲啊，多人好做事，真的一定要这样想。那我们策划的活动一定不止自己知道，要很多的伙伴们来参与，这个活动一定会成功。为什么？当你忘记了，其他的伙伴会补你的不足那么反复的练习跟音量呢，还有我们在活动整个流程里面要做笔记，要摄影。那么笔记要做什么？笔记不是说就是都记好的，要记其实。那么精华点一定要记下来，回去乱不知道了，不要客气，有机会可以打电话来问康强老师。我认识他的时候，真的我很勇敢，我有分享给我们的前人辈听。我递了一张名片，我要递名片的时候，我们家3个宝贝跟我吐槽说：“妈妈，人家康桥老师在台北，站在舞台上作词作曲家，谁认识你啊？你递名片，你以为你邀得到他吗？”我跟我的孩子说，不要用我一颗真心，我要邀康桥老师来去花莲上这个课程，真的就在去年做到了。康桥老师也在我们的读经会考，也在台上唱的这首，今天下午他就会带你们唱的这首歌叫《我爱你》，没有在讲义，所以记得他没有来，你要记得提醒老师唱这首歌，我故意的没有放在讲义里面好，我们呢，因为这样讲义我们自己来看，那我们现在希望所有伙伴来配合，来后面的伙伴我们需要就是航海的，我们参与活动呢，我们所有的学员也是工作人员，那就是现在直海的这个伙伴们都不要放弃坐着，就是请后面横排的学员请起立。下一个动作呢，就是要
最不担心的就是我们待会因为他只有他有声音，其他没有声音啊。声音跟他不要有声音，其他有声音，剩下什么有声音要知道。还有妙的妙，来，爱的鼓励，火车的时候来，大家呢，火车开进了火车站，你要这个动作来，全班齐起立。来，我们先示范那动作哈，火车开进了火车站，这时候你们不用说站，后续说站，可惜站，好，大水冲进了龙王庙，你们要怎么办？你们要说，你们就说大水冲进了龙王庙，预备开始。大水冲进了龙王庙。好，这时候放后学哦。妙的喜，妙，安内样好，爱的火车站。火车开进了火车站。站就是站。然后大腿，然后双手。爱的震撼，大星星来了。有，好，OK 了吗？好，我们继续把爱的鼓励放给他了。爱的三朵花，今天讲是很大，你们也很大。我们待会，我们王姐昨天有送爱的三朵花哦，我们的王讲师，我们送爱的三朵花。我们的好，两位伙伴可以吗？是。好，两位可以吗？好，两位来，爱的鼓励之后呢？来，他们写的动作也可以先好不好？来，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你就这样来，哔，来转变哔，然后两位哦，再两个人哦。好，来，可以吗？来，哔他，我一个伙伴跟我配合。来，好，来，注意。好，当学生在课堂上，我们一般都不会跟孩子说，我们既然在读经班，我们不会跟孩子说，今天给我乖一点啊，
对了，包括都要搭肩了。好，等一下，等一下，就是这样，在佛堂里面下面有可以拜，好喜欢小朋友，你们都太单纯了，你们这个花真的很不自然。我们系童子经好地，什么花？我们那一排就把上下去了，要下来。哦，我们那一组的向日葵好美，你们都没有人下。所以在活动要勇敢。脏了没关系，但活动就是要这样。我们现在孩子就是因为父母亲，哎，你那啥了，不要下去了，要脱鞋子，不行要穿呐，没有关系，回去再洗澡，洗一洗，心里干净，什么都干净。一切的第一都来自于我们的心里，对不对？很棒。那我们就这么快就睡觉下课了。好，我们来，不能就这么下课，来，请来，点，各组就这样就好了。来，第一组就在这边，听后选的哈，第二组，第三组来，第四组往前。这边往前，后面往前，来往前，好，往前，来往前这样，好，来一样，排一直线好不好？一排列来，过来，前来，你们那一组就再往前，排一直列，动对，后面的前点赶快来，就排一直线，总共有几组来？好，我们在带团体游戏的跟紧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带场比赛趣味活动。这样跟学，这个我们 OK 吗 ？OK 之后，我们可以来玩一个打电话。怎么打电话？这个时候就要裁判，而且不用任何道具。打电话就是呢，每一组都有题目可以抽出来。比如说这一组打的电话，我们请所有的队，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转过，我们请往旁边侧，到旁边来，往后退一点点。好，就从中间的边去，好，在旁边。好，我们的电话是来这个洞，你这个地方是0啊，这个地方是0。1，你们手要手先手。1，好，这个地方2，这个洞是2，举起来，手举起来。3，好，手举起来。4，这个洞5，好6、7、8，好的，我的电话是3度。所以呢，那你要钻哪个洞？从最后面那个伙伴来钻，来3。刚刚来再数一次，来没关系，你们再数一次数目来，不是全部的人要钻，不是你要钻。好，来，那你，好，你1、2、3、4。报数啊。好，刚刚呢听到3的是哪个洞？有印象吗？对，1、2、3，所以呢3、6、1、5、3来，你就带着队伍来，3来过来，看看哪一组。我们当我哨子吹起哦，我们就去钻。我们刚正好整队全部的伙伴们去玩，好不好？3再钻6，钻出来，6，然后1这边1手举起来，好，5，好。我给他穿完来，再过去，你过来，再过来，不要动，不要动，对，哎，你们怎么放假了？你跟谁签？哎，你的人呢？你是跟谁签？哎，没有，好了，再回去一次，来，好，全部伙伴一起穿，来，3、6、1、5、3，我们穿3、6、1、5，对，3、6、1、5、3，第一个数字是3啊，后面那个伙伴来穿，来3，第3个洞，第3个洞举起来，第3个洞举起来，3、6，第6个洞举起来，全部穿过去，穿过来，对，谢谢我的音乐。
时候，左点右点，前跳后跳，跳的时候，你把你的拳出出来，赢的。输的跟在赢的后面，我们看到最后的全赢哦，赢家是谁送礼物？好，来开始了，音乐开始了，左点右点，出个把预备，左点右点，前跳后跳，跳，开，哦，好，跟在后面，左点右点，前跳。大番茄，大番茄。好，我们再来比来，对。来，这个手来搭上去，手棒搭上去，你就搭边，绕着肚子绕过去，肚子后面好不好？好，你的手放在那个身上后面，搭上去了。好，预备，开始喽。所有的焦点都在他身上。好，开始唱。将你的右手比较。
脸上。来，我们第一页下放起来，就是右边的伙伴，看一下，来哈，先吗？1、2。
来，好，慢慢走在位上，好，站着，前面站来。身体健康，家和万事圆，事事皆逢好人缘。最后祝福大家，不好意思占用到我们下一阶段的课程的时间。最后祝福大家，课程没有上完的地方，请大家多见谅，谢谢，感恩。好，我们请伙伴先坐下。我们佩蓉老师很细心，他把先把黄讲师或是杨讲师的这个抽出来，所以放在旁边。我们为了大纲嘛，放进下
祈祷。大家哈，来手合掌啊，要祈祈祷，祈祷，祈祷。不管你有听过，请拿回去分享给我们隔壁的弟兄。哦，伟人的故事。哎，1、2、3，哇！这幸运者。姓氏有3点水的，哦。了不起，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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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不起。哇，谢谢你，希望你听了这个故事以后，找机会再说给大家听，好不好？这是好听的故事。那我们接着下来要安点哦，刚刚去了这个我们的这个7月5的这个，所以刚刚是在谁嘛？猜前往的那位德家前上，他自己上厕所去了，是不是？不是，我们都会说喊三次不在怎样重抽嘛，你们都很怪啊。好，我们也请前人，这里面呢集结了很多的道学里面的故事，非常的棒哈。我们请前人指正，哇，这是无限的荣耀哦哈。好，当然呢，我们前人哈把这么神圣的礼物说出来，我们最常遇到就是长官来的时候都要唱一首歌，你们知道什么歌吗？这首国歌一定要会唱，2只老虎你们更是会唱，没有机会带了，但是有机会再